我是友人，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今仔日我要来宣传我的歌曲，就是《莲花条》。这条歌嘛是我家己写的歌哦。今仔日我会讲出什么物件，我家己嘛唔知影。咱做伙来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捌台湾。那呢，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咱继续转来。咱当然讲到这个公司台语台的代志，虽然讲是逐讲一句是一个互你开发你对台语或者讲台文的这个注重，或者讲对台语的想法无啥共款的一个开关就对啊嘛。咱伫录逐讲一句的时阵，敢无啥物互你感觉足趣味，或者讲记忆较深的代志啊？哦。我感觉应该是因为迄个时阵，阮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乌衫的黑衣人。是。我就是拢会找我的朋友，拢是一寡演员来耍。因为阮翁就是鸟鼠，是鸟鼠伊嘛是其中一个乌衫的，所以伊逐届录影的时阵，伊若是爱演一寡状况的时阵，伊就会伫遐黑白来。黑白来啥意思？就是无伫卡本内底，伊就会一直家己伫遐黑白。伊会甲你出难题，对。看你要安怎反应了，对吧？对。对面算小一个。对。拄则演这什么意思？你解说一下。对。阿优嘛是看较欢喜的，伊就是讲，安尼会使，安尼会使，我就讲，好啊，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所以比如讲，会有一寡除了你拄头啊，可能会记你这卡本的内容，你爱拼命看台语文拄头啊，佫无解释的时阵，佫爱应对有人会甲你出难题啊。对哦，佫有另外一个，我感觉是腔口的问题。因为我本身是云林人，我感觉阮的第八条，阮拢会念较轻。譬如讲主角，但是阮拢是讲主角，阮拢念较轻。但是你是发伫咧第4条的声，还是发伫咧第7条的声？我是发去第4条。我记得来讲，比如讲宜兰人伫讲时，阮会讲指甲。甲就是伫第7条。阮是讲主角。但是差不多第4条。差不多第4条。我有听讲，我中部的所在有的所在是4条8条不分嘛，就是听起来伫咧第4条的感觉安尼。对。但是你敢会互要求讲，我一定爱读到顶内底的惯势的，我高雄腔的发音的第8条。像一寡字的时阵，老师若是伫现场，因为阮每一个老师可能无共款，所以有时阵有的老师会要求讲，可能爱发一寡较南部的腔，所以叫你一定爱讲主角。嘿，对。是安那？我就会讲，我家己有时阵咧录的时阵，我都会袂习惯，袂惯势。对啊，难怪我可能讲袂使，我就是要讲第7条指甲，我就是指甲安那。我定讲像我捌一届去高雄，我敢若捌伫节目内底讲过，就是我去高雄啊，有伫咧龙虎塔附近，迄足出名嘛。伫遐附近有一间细细的这打台啊，即款的台啊呢，卖迄个敢若天妇罗是啥物物件吼啊？我袂记，我就是看伫我点来食，拄要开喙还袂食落尔，迄头家足热情的，那好食无？我就讲袂食啦。你若听有腔口差的人，伊就感觉足好笑的。对。但是你若听无的人，可能就想大概知影意思，但是无啥特别。但是咱听的时候，你就讲，你就听讲，知影讲这个人甲迄人跳工用无共款的腔口的这音乐在讲安尼。对。像鸟鼠，就是伊本身是屏东的人。伊敢会甲你讲台语？有时阵嘛，我拢会逼伊讲，爱讲台语。伊台语是会使。
会使，但是无遐顺。因为细汉时阵阿嬷拢会甲伊讲台语，但是就是因为伊差不多6岁时阵就来台北啊，所以伊无遐惯势。但是我拢会讲，你今仔日不要讲台语安尼。伊的腔口甲你都无共款。伊都较南部，伊是真正讲主食。所以你也是要甲调过来无讲？你当下对我的腔。袂，因为我有主持过逐工一句，我就知影讲迄是伊的腔口。甲无共款的人斗阵开讲啊，讲话你会听到真侪无共款的腔口的差别吼。南部的腔口、北部或者无共关市，甚至是你是卡哇海口啊啥，拢无啥共款哦。所以这是你伫咧做逐工一句的时阵会拄着的一个问题。但你敢真是袂想讲老师安尼教，就是顾问的即个要求，你希望用你家己的腔口，你会拄着即个问题无？有啊，有时阵我嘛是讲，我真正较惯势安尼讲无，因为我每一集都爱演无共的角色，有时阵我嘛会去设计讲，即个角色的讲话讲法是安怎，我会去设计啊，所以若是腔口无共，我嘛会甲老师讲，我敢会使用我较惯势的腔口去讲，有的老师都会使安尼。因为我讲演出即件代志。伫咧台语较复杂，伊无像华语，你内底定定会有腔口差，甲你的角色之间的关系。那你如果爱表现角色的特性，伊的当下的情绪，伊的反应，你如果爱去注重到伊的腔口，可能甲你无共款，其实迄是就影响到你的迄个专注，你无法度完全专心伫咧表演本身，因为你一定要去记迄个腔口的差别。但腔口真侪物件是你已经带在来啊，就歹改的，就恶改的。那即个物件你如果一直想办法甲调过来，其实是会足辛苦呢。伫咧演出的时阵，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真大的问题。而且阮一工内底爱录6集嘛，可能有时阵嘛是爱赶时间，对，嘛是赶所以若是讲一直停落来，还是停来，迄个压力真正都大诶。对。其实当台湾的舞台剧，像你家己是舞台剧演员出身，我毋知你目前敢有接触到台语的为主的舞台剧啦。但是目前咱开始会观察会到，讲除了用台语演出以外，演员的腔是一回事，内底角色什么腔，咱开始嘛伫注重啊。有的人就会爱讲，比如讲看戏的观众对这部分愈来愈了解啊嘛，所以可能就会感觉讲，你住伫海边的人，你尤其是某某所在海边，迄个所在分明就海口腔，你完全无海口腔，你台北腔是安那？就即款物件开始会出现啊。你的腔口会影响到迄个角色，这个是伫咧国外，比如讲日本。伫咧配音方面，即部分因就就法度去存在即件代志，因就足注重。那台湾伫咧比如舞台剧，我有观察到即个现象，就是开始愈来愈侪人伫咧注重腔口甲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这最重要的呢。因为我知影华语可能较无分甲遐幼，但是台语即部分，我毋知打一工，你目前应该还无演到以台语为主的舞台剧对无？目前还无，无呢。之前有唱过一寡台语的歌，可能因为剧情的需要会唱着，但是全台语的，譬如讲，阮剧场的戏我未演过。爱找上知影。像即个物件真正都是较困难，因为这若无顾问的斗相共，讲实在，咱对腔口的熟悉无可能像在地人。当然嘛，毋是讲一定要做到100%，毋过伊的较大的特色你无表现出来，对于咱听有的人来讲，小可咱讲较出戏嘛，对，点一个讲，因咧讲话即个腔口，对吧？除非你永远拢是做迄个剧情是讲伊自细汉就离开故乡，安尼就免讲啊。但是若是迄个所在在地的人，比如讲我之前录一个节目时讲到东石东石，我的腔是东石即个所在，我若要在地，我要做东石人，我绝对袂讲我住伫东石，嘿，安尼都袂使。你若毋是东石就袂使。对，咱就是安尼讲话嘛，你袂使讲硬改啊，对，你袂使用你的腔去压人的腔啊。对，这就是我感觉，咱伫未来台湾伫咧，尤其本土语言像台语这款物件，伊腔口遮济特色，就是腔口真济的情形来讲，要做舞台剧，
即第一会注重应该是会愈来愈侪、愈来愈深，才有法度真正互迄个幼路的程度舞台剧、台剧的舞台剧的幼路变甲搁较幼路、搁较顶真即一部分。连即马看电视剧的时阵，大家嘛开始聊即件代志了。伊住台南的，因为啥物无台南的？家己的即几个讲的，敢毋家己腔？系啊系啊，大家拢开始注重即件代志哦。以后可能变成讲，若无找顾问，你就是永远拢找迄个所在的人来。无法度做，因为每一个所在腔口，毋是讲硬要学，较简单，就是学会起来。所以这真正有人去调啦，像之前有一出戏是伤魂嘛，就是迄个做林顶的故事电视剧，应该是民视第一台出来，就是宜兰人，迄个主角是宜兰人吼。那伊就除了有一般的台语顾问了啊，还有一个宜兰腔顾问。伊就必须要去注重这，比如讲，阮讲话，阮会讲送，阮真正讲像。毋是敢若大家知影，即个文迄款音啦，或者是讲真啊真啊，无较简单，有搁较幼路的物件。对，比如讲什么代志，毋是啥物代志，讲什么代志，像即个物件真正就爱靠一寡对各地腔口搁较了解、搁较幼路的即个顾问去协助去调。我想这范式，因为你长期伫咧台湾的剧场界，范式。我感觉这是一个建议，就讲你会有机会观察会到愈来愈侪即款的物件，即款的代志伫咧发生，就是咱会愈来愈注重。因为台语的演出的舞台剧，我认为未来会搁较侪。这几年啦，包含讲有政府一寡政策的推动，或者是讲大家愈来愈接受。袂一直去讲啊，台语的我听无啊，歹势袂使你讲台语的我又听不懂，对啊，我讲个合理嘛，台语的舞台剧我看不懂啊，为什么没有字幕？其实我感觉这个情形会大大会变化，那相对来讲，你的观众的变化，你的演出，你的这做制作演出的人嘛，需要有变化，所以这可能是未来一个发展的趋势，就是你要做台剧的舞台剧会变济，但是变济的同时，迄个幼路程度要安怎去调，要安怎去调整，这就是未来的大家的功课。所以演员就辛苦呢，你当演话剧较济，但是刷落来，你若演到愈来愈济台剧舞台剧，你可能都会拄着腔口的要求。你今要做大场场的故事。哇！人迄声来腔，甲咱都是拢足无共的啊！嘿，即个变化，我讲这是我家己伫观察讲，比如讲台语台开始找你做，逐工一句开始会使看到一款趋势，包含你刚讲到腔口这件代志，啊，还有咱对这文字啊使用的注重，这物件其实我感觉嘛，像我讲这物件，其实是因为伊嘛表现伫咧咱今仔日其实真正重点，但是。自开头甲当拢无讲到的连回头这条歌本身，无要紧啊，我头前个破败较济，你看咱为你的因为应该安尼讲，这条歌会出现，其实伊融合足济你这几年来一路行来种种的特色甲经历，包含讲变装的装扮，包含讲带有新名的性质的这款的物件伫咧内底，比如讲台语内底用到的这个文字，因为你是有台文的，比如讲你的这个内底佫调讲有一寡腔口的变化，是不是全部拢甲咱大讲有关系？咱毋是后壁人开讲的，其实就是最后融合累积累积落来这个成果，其实就是。用这条歌，其实敢若一条歌尔，但这条歌内底融合的其实就是这物件。你这几年来的一个创作甲成长的迄个过程的记录啊，其实就是这款的物件。但是咱当然上基础的就先知影讲，是安那迄个记录是用单曲的这个形式来出现，是安那是这条歌，是安那会做这条歌。其实一开始就简单，就是因为旧年初的时阵，阮兜的莲花头真正歹去啊。莲花头大家毋知到底知影无吼？那是华语讲莲蓬头嘛。那台语去莲蓬就是迄款食物莲花，迄款食物中迄个有籽的所在，有莲子的所在，迄部。所以其实有另外一个讲叫做莲波头伊除了叫做莲花头，嘛会使叫做莲波头。莲蓬迄个所在叫做莲薄，薄有真侪款写法啦。你若是像台语典伊就会写乳房的房，所以我会使甲牵出来讲另外一件代志，有一个物件叫做灵薄，毋是莲薄，我是讲灵薄。灵薄是什么物件咧？你有看卖？我当然讲迄个薄，伊会使写做房嘛，房间的房的意思。乳房哦，当然嘛会使，但是有另外一个意思，佫较
第一个意思其实毋是乳房，第一个意思是乳晕。哦，是乳咱毋捌想过讲乳晕台语要安尼讲对无？系啊，不管查甫人拢有嘛。系啊，但是迄个物件你会较大，你会较细。哎，粉红色的，还是什么色的，这个较深吼。到底是安怎讲？其实过去就一款讲法做零薄。零薄。哦，你若是这个发音调整者，脸薄就是脸谱，无共款。所以莲花头也可以，莲波头也可以，就是咱讲的这个莲蓬头啦，伫西文使用的这个莲蓬头，都有这个无共款的变化。所以你讲伊嗨起嘛，你的莲花头嗨起，嗨起了咧。都是因为嗨起哦。你个摕来做麦克用啊？不，但是我细汉时阵真正洗身躯的时阵，拢是做麦克来用。敢若足侪囡仔拢会做这款代志。迄时阵伤冷啊，因为是寒天嘛，我就感觉袂使，我一定爱走去买新的，所以我去讲去买新的了啊。我去看的时阵想讲，哇，即马莲花头这么就做一款啊，对，什么几段，搁几段，搁会使安那，搁会使那。对，无共阶段的什么物件变化就多。我迄讲就买等于差不多是5段式吧，5阶段的。我迄时阵就看迄个包装就想讲，哇，即摆莲花头这么厉害。但是我想到的代志是，咱伫无共的感情当中。比如讲谈恋爱啊，阮伫恋爱当中，阮嘛有足侪阶段的。我是想到这件代志，就是人甲人之间的代志。寒到要死的时阵，你的莲花头搁嗨起的时阵，你总去紧的去买一支新的莲花头，转来了后，毋是赶紧甲分数洗好，是你思考讲哦，这有5段，就成人的感情的无共阶段。真的呢，这是我摆回去时，我都一直看迄个包装。出神呢，看甲出神。听有恁家己去设想一个，有一个人，伊寒到要死的天气，甲伊总出去买迄个莲花头，转来了，衫褪了，拄要倒去，拄要抢去向冻伫遐，冻踮伫遐开始伫遐看迄个莲花头的迄个包装，这个画面，敢若想到遐怪怪。我咧看包装的时阵，还袂烫衫啦。重点是衫对吧？对，还袂烫衫，所以我就因为想到这件代志，我喺刚洗身躯的时阵，我就哪洗就哪，就是唱出迄个旋律，自然就唱出来。对，就是恁即马听到迄副歌的旋律。对，我就想讲啊，我一定要甲这个物件写做一条歌呢。写做一条歌，你就想讲要家想办法甲唱出来。对，所以我迄个时阵就找柯志豪老师、小豪老师做伙来做一条歌。你敢若只是要做一条歌，你就甲传说中的好神甲请出来。对，好神。你甲歌多，你甲好神不是好神，好神请出来。好神。你所以表示讲，虽然听起来就简单，就是讲啊，我想讲要来做一条歌，可能做这条歌这件代志无。表面上讲遐简单，无你无需要去找一个，咱要讲金牌，即个金世世的制作人，安尼讲，毋是伊人大牌，你讲就叫，是伊的本身，因为伊就是伊经手的物件，真正是卡袂着，就是着这样子，无到伊嘛，确实足厉害啦，所以找安尼制作人来做这条歌，表示讲绝对毋是遐简单，只是讲啊，我想到要做一条歌就做一条歌，刷落来咧，什么款的心情，互你决定要去找。安尼团队来做一条歌，这是一条歌，咱讲实在，伊毋是一个专辑哦。对，因为进前都是演迄个一个舞台剧的时阵，都是单身组队哦。是进前阮的音乐设计都是小豪老师，都是因为有即个合作，所以我就想讲，这条歌的迄个 style， 我就想讲，小豪老师都适合的。我想是因为有高情况才算较俗。嘛是有啦，你有想讲出动到伊，我当下伫讲即件代志，讲这是要出动到伊，表示讲你真正有真侪想法，想当时心肝头想的，而且还开足侪钱，但是听起来说想无即方面会使咱瞧一下，所以该有熟悉，就找来，咁讲有适合着即条歌，你找来做伙制作安尼。对，所以就是我第一摆。我会记得第一摆找伊来写这条歌的时阵，就是伊伫伊的工作室内底，伊就拿弹，我就拿唱，就豆豆甲迄个旋律全部拢写出来。迄个旋律全部拢写出来了后，我才甲迄个歌词甲伊填，甲伊写入去。
哦，你歌词毋是先有诶。副歌有先出来，但是无遐尼完整。哦，伊就先甲你你诶即个副歌诶所在先。替即个所在先下一寡音乐入去，互你有即个感觉了，继续去完全做出来安尼。对，我就甲歌词写入面，然后伊才开始编曲。所以就开始就做即个单曲安尼。但你敢无想讲，你做一条歌，你无可能只是做好放伫遐，你着后壁佫做即个代志，你爱宣传，你爱可能你爱翕一个 MV 或是各种影片，你要爱去互伊有一寡无共款诶物件出现伫咧内底。迄过程其实足复杂的呢。另外这嘛是我算是第一条完全拢是台语的歌，台语歌。因为进前我有一条歌叫做《阿娘喂呀》，伊是掺有华语甲台语。是。但是因为迄个时阵我对台语无遐尼了解，就是头拄仔阮讲的物件。对，所以我咧写莲花头的时阵想讲，我想要甲即件代志嘛，放入去即条歌内底。隔壁脚手甲你洗甲芳芳亲像爱情的雨好淡淡呛，爱你的心情嘛亲像水枪。还有一件代志，就是我去年的时阵，我人生第一摆去日本。嘿，你是安那？我就是第一摆去日本，我就是去年去的时阵，我就拄到一个算是美将，伊是住伫京都的美将，伊就 IG 甲我私讯讲，伊看到我伫京都，身家就欢喜的，其实伊平常时都是看我的影片学台语，我就想讲哇，日本人看我的影片学台语，日本人是日本人，伊毋是台湾人住伫日本哦，毋是，伊是日本人，而且伊私讯的时阵，伊是尽量用台文正字来写，我迄时阵就感觉讲哇，足感动诶，确实，就是因为去年迄个时间我嘛，因为开始写迄条歌嘛，就是莲花条这条歌，我嘛开始咧思考讲，了后我 MV 要安怎拍，就是因为迄个美将的关系，我就想讲我想要甲这条歌，可能马来西亚日文，互因知影，是有看到，所以安尼才会出现这个物件，因为。真趣味，就是你的 MV 内底迄个莲花头的造型，当然头顶有莲波，有莲花吼，也有这物件。但是顶悬佫一个真特别的，敢若新明用的即种关影的迄个造型吼。听讲迄是阿玛特拉斯欧米卡米，就是天教大神阿玛特拉斯吼，就是伊的头叉啦，会使安尼讲。是安那，我讲最趣味就是讲，你要唱一条歌无问题，你要。用一个敢若莲花头的造型嘛，真正常吼。以这条歌来讲，但是煞结合着，拄则讲阿玛特拉斯天教大神，包含讲，佫有一个优美，即个人物的设定伫内底。你其实是钉塔骨落演无共款的人物，或者是无共款属性的物件伫咧内底。即个人物设定的关系是啥？其实嘛是甲去年我去日本有关系。日本互你真侪灵感。对，就是因为去。但是去日本之前，我拄到一个嘛是一个老师，伊嘛是会使去传达迄个新民的话，伊就甲我讲，你啥啦？遮侪新民的话，我跟你讲，我真正12个。你过去是有信仰的人啊？是？我算是有信仰的人，就是细汉的时阵，都是对厝里的人拢是拜拜嘛，就是细汉的时阵拢是拜观音、关公较济。但是时阵咱就是一般的家乡对拜，还是讲你有较济接触无？其实我。无呢，我是较大汉，一般人对，是较大汉了后，我毋知影是毋是甲我学的物件有相关，就是大学的时阵，我是读戏剧嘛，是就是身边的人朋友都开始会接触到，即马讲的就是身心灵的部分，较灵感的部分。对，但是阮就是大学的时阵就开始接触到这物件，都开始较进一步。去接触到安尼，就是因为我去年时阵拄着迄个老师嘛，是我一个好朋友，伊嘛是我大学的朋友，伊嘛是识迄个老师足久的时间就是因为我我一个朋友要改名，但是迄个我就先互老师看，迄个老师看到就讲，你前一世就是前世，就是迄叫啥艺段，就是艺社，艺社，但是曲度那想当是讲。假考，伊就讲我就是住伫
曲度安尼。嘿我迄时阵就讲啊，我竟然是个我有住伫遐过。所以你就甲即个艺段的角色啊，种伊的一寡特色嘛，放入去即届的内底的对吧？对。啊，都是因为你头拄有讲到迄个天照大神阿玛特拉斯，我就想要甲阮台湾的文化，啊，有日本的文化，甲伊合做伙，放伫即条歌内底。但是佫有优米即个人物，就是因为对照着你所得到的即个精细的艺段的即个消息来放做伙就对啊，拢合做一伙。毋过虽然你大部分用的拢是较理性的造型，然后包含讲阿玛特拉斯啦、优米啦安尼啊艺段的即个外形，毋过歌词我感觉无完全是安尼。这是我感觉伫咧听即条歌的时阵，我感觉较好奇的所在，就是讲。你每一段其实有无共款的身份伫咧内底感觉，比如讲内底有较符合着你定定使用的即个较理性的角色，像冬天互你温暖，亲像棉被共款；热天互你清凉，互你规工笑嗨嗨。你 touch 我的身躯，我就想要发挥母爱，对你才用母爱啦吼，就是咱讲较母爱是讲较母性的角色，妈妈这个角色，阿母的即款的角色伫内底，但是后壁你真到副官咩怎？改编骹手甲你洗甲芳芳啊，吼啊个亲像爱情的雨，啊互淡淡啊，呛啊，你爱你的心，即嘛亲像水呛。即个部分，无法度你若讲着什么怎啦、啊啦，你真无法度去闪过去联想着男性即块，对无？我讲这是真趣味，就是即条歌内底有真济性别的转换甲定塔，即部分就像你家己的。即演出的即过程，或者讲你家己的身份的各种认同，即种种的变化吼，包含讲后壁一寡较深色的吼，互恁阿母说甲叫阿姑啦。我感觉这内底可能开始有一寡其他的意思。现代人的家私大机吼进步，搁较舒适，其实 rap 是舒服啦，舒服。rap 迄段是小老师写的。我就讲即个人我顶遍我就当面甲讲，你写物件奇怪，就是会有一款互人想的感觉，想无正经。你讲正式的描写吼，就是伊讲啊，其实所有歌你拢会使安尼想啊吼，甲大家拢拖落水吼。我心肝头一时阵想讲，嘿啦，表面上是安尼讲，但是无理的，就是特别有即个情形，果然就是伊写的，是毋是？对无？就是。你头前的是，我就讲这较像是，就算你写到什么怎啦、啊啦，我来个感觉是男性、女性角色的一个转换，到这两句的时候，无啥共款啊。对。迄个主动性就变较就强烈的。迄我想讲，你这边，所以我家己我的稿内底啊，准备的资料内底啊，头前比如讲我当读的迄两段歌词，有一段我顶悬就写一个母性。那另外下骹一个我就写男性角色，但是这两句我顶悬拍两支问号，就是讲这敢若风格无啥共款，这小可主动呢，果然就是无共人写的。所以迄段我都交互杨大正唱。你看，所以袂走闪你，袂骗你哦，是有人心肝头是安那想，什么风格哦，这袂怪你。系啊，我这是即条歌较趣味的所在，就是其实内底即个你的个性的状，这是一开始就已经规划伫咧内底啊，包含歌词，也是讲，因为你拄头啊，伫咧发想要做即条歌的时阵，其实是敢若中迄段，咱讲副歌应该就是拄则讲的转改编什么改编卡手，甲你写个棒棒是几只嘛，但是。后壁变成一个即个理性角色是，伫咧做的时阵都有即个规划，你想要甲无共款的形象放入去也是安那。是，就是我迄个时阵咧写歌词的时阵，都是真正有咧想即件代志。我想要甲我的无共的，迄叫做啥物面相，就是我无共的人格，想要甲伊放入去即条歌内底。所以我感觉你听甲就有诶，你竟然有听出来即件代志，我咧写歌，真侪转换伫咧内底。啊，还有像副歌内底，就是强啊、转啊，我嘛想要甲迄种转换的感觉，甲写出来，就是愈来愈强、愈来愈强迄种感觉。对，就是一个字的迄个punch的感觉入来啊，就是我已经换，我伫遮已经换个性啊，换什么物件啊，一言一言一直打起你嘛。我这是
写词是有伊的用意伫咧，对，毋是所有人写歌的歌词拢是重点，因为有的人伊音乐性真正足强烈咧，伊爱会落；有的人是伊的歌词甲音乐之间有一个真好的、真搭肉的所在，但有的人是伊的歌词你看会出，或者讲听会出，伊写即个词的时阵有真侪用途，伊是规划过的，毋是单纯靠灵感所写出来的物件。嘿，这其实拢会使为。我定定讲，毋管听音乐，或是看一本册，看一个人的作品，其实伫内底会使看出伊咧注重什么代志。迄毋是单纯讲做了即条歌好听啊，即本册好看，毋是遮简单的代志，是伊内底用心是啥？第一是伊有用心无？第二是伊用心所注重的是什么代志？我感觉比如讲伫遮对照你遮的这几年，或是讲自细汉到大汉成长以来遮的无共款的过程阶段，就像你讲的，一支迄个莲花头嗰个阶段，其实共款迄个阶段确实有出现伫你的歌词内底，就是讲即个阶段甲迄支莲花头无白马，你知？未来迄个阶段有对照着你家己人生的过程，甲你伫咧歌词内底的使用。嘿，我是感觉这是我真介意即条歌有一寡变化趣味的所在。这是大部分的歌曲较看袂到、较听袂到的，因为伊每一个人一般人伊有一个固定的个性，或者是讲伊有一个基本的人物的设定，我就是安尼行吼，这是我的风格，我的想法。但是你伫内底即个转换是真罕有人是即款经验，嘿，伫咧创作者来讲，即款的人物个性的转换，或者讲性别的转换，这其实是真少的，所以你就有法度写出一个甲人无共款的所在。当然，迄个足想的，迄也是歌大家己本身的问题。所以我就别个讲伊啊，有一寡暗示伫内底啦。这已经，你要讲暗示，我已经想讲，这我就无个讲咧。当然单曲出啦，演出嘛，一直还搁伫进行，你有足侪代志，所以感觉有什么款的想要完成的目标，目前还无做到，但是无做到到，但是你有想要做的代志。其实我希望讲刷落来，我会使有家己的一场演唱会。但是你要唱啥的歌？你讲即条歌呢？可能就是爱继续写。所以你要出成专辑的可能是往这个方面开始去做，因为我嘛希望家己有一张台语完整专辑。是因为做这条单曲了后，开始起心动念，有这件代志，是一直拢想要做一块专辑。其实一直拢想要做这件代志。是啊，那当然想要做专辑，讲实专辑毋是什么趁钱的头路，咱讲实在。对，就是因为我已经开钱，但是都想要像莲花头嘛，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一个概念。但是我感觉讲专辑才会使甲我想要讲的物件完整的去讲出来，就是透过无共的歌曲去甲我讲出来呢。这是一件足奇怪的代志吼。我毋是讲你人奇怪，是比如讲你若是原底是歌手的人，我就是干那晓唱歌，你叫我去演戏主持，我拢做袂到。我有的人就想就是安尼，我伊就是对音乐较注重，那伊用音乐来表达伊的心声。毋过其实你已经是咱定定讲全方面的，就是毋管你要主持、演戏、做网络影片、模仿、变装，你有各种各样无共，你家己嘛有你家己的 podcast 嘛，你有各种各样的无共款的平台、无共款的表演的形式。你传达你想要讲的话，你有真侪管道、真侪通讲的方法，但是就算是安尼，你也是有一个想要出一块专辑的这个想法。这是我定定有当时会感觉真疑问的代志，就是对恁来讲，或者讲对已经做遮侪代志，也是想要出专辑，因为大家拢莫想讲出专辑是一个会趁钱的头路，无，是一个开钱的代志吼。那是，但是。这个出专辑，这个代志，音乐这件代志，到底对恁来讲有什么真特别的意义？互你就算已经做这些代志，我也是希望佮投入这件代志哈。我感觉讲可能是我咧做别个作品，做别个物件的时阵，我可能以前就是演员，我较习惯讲用角色来包装一个物件，是我想要讲的物件，所以我感觉讲，若等于音乐这件代志的时阵，感觉才会使去讲出我心内真正想要讲的代志，因为我定定拢是透过角色去讲，但是
像一寡 YouTuber 好啊，有一寡 YouTuber 因就是用本性去拍影片，但是我感觉这件代志对我来讲就碍药啊，我了解，对，是，就是我一定要透过一个物件去传达我想要讲的物件，但是我感觉咧写歌还是咧唱歌的时阵是，我家己做介意的代志，都是自细汉到大汉拢咧做的物件。本底就是其实我做网络进前都想要做音乐，但是因为伊真正做开钱，我无遮尔侪资源，嘛无遮尔侪钱会使去做即件代志，但是所以算讲是累积足侪年啊。就是因为写莲花头即条歌的时阵，我都真正有感觉讲，我咧写歌的过程当中，我咧唱的过程当中，我真正会使甲我较私底下的迄个部分。去写出来，去唱出来，所以我就想讲，真正想要透过专辑来试看卖，会使写到什么程度，讲到什么程度。是毋是就像你即条歌，伊可能也是有阶段的外形的包装，有讲的阿妈特拉斯啦，莲花头遮侪造型啦，唱歌跳舞啥，但是迄个歌词其实是。像我拄则有提起着，伊其实是会对照着你家己的各种的无共阶段，还是你的经历、你的一寡特性伫咧内底。歌词其实是会透露出你家己心内的真侪你想要讲的话，或者是讲甲转换做其他的你想要表达的议题。但是外口毋管什么款的包装，其实伊袂暗藏即件代志。因为我想。你大部分的歌曲，若要翕 MV 也是宣传，有可能你也是有一寡新的人物造型，佮走出来。大概大部分可能较少是用友人即个单纯的身份去做即件代志嘛。我感觉人有当时也需要一寡，毋管你讲保护，或者是各种咱家己可能有当时真歹去传达的这个话句，透过外口的包装，这个装摊，这个头插，这个珠啊花，头顶的这个物件，去甲咱斗相共，甲咱搭起来，互较有信心一寡，或者讲其实有真侪物件，这个角色所讲的话，嘛是咱心内想要讲的话，但是你无一定有法度用家己的这个身份，友人的这个身份，才简单甲讲出来。但是歌曲可能会使互你更较直接。咱定定感觉讲歌曲的歌词其实是一款真文学性的物件，伊有当时真暧昧，有当时有真侪款的解说，同时伊个某一款程度会使足真实来反映你的心境，甲真侪你家己嘛无一定知影的代志。对，我讲这凡事都是你讲我想起这个可能性。对。我感觉因为嘛是就是听的人，伊嘛有家己的解说，是，就像讲你听到我的歌的时阵，你会想到我无共的阶段，还是一寡经历安尼，我就想讲，这嘛是真趣味的所在。对，因为一个作品出来，有当时伊有各自解脱的空间，那歌曲确实提供互人。真大的解脱的空间，可能甲无共作品有无共款的即个空间。哇，专辑是一个真大的工程呢。但是豆来啦，因为你即条歌写偌久，准备有为迄天你的莲花头嗨去，听起来怪怪。你的莲花头嗨去了后，到即块专辑即条歌做好出来，安尼过偌久的时间？应该差不多有10个月吧。哇，一个囡仔拢出世啊呢！系啊，10个月，到拍开1个月时间拍 MV，差不多。你若是10条歌，一块专辑10条歌来讲，你安尼都几多年过去啊？可能7-8年，爱加快速度。我要紧啊，就恁拢开8年的时间啊，就恁嘿啦，还是7年啊？就恁，伊可能较免烦恼钱的问题。对啦。但是我相信应该袂啦，因为有头一条歌的经验，我想迄个做起来都已经毋是共款的代志啊。然后真侪代志拢是别通起头难嘛，所以咱拄头仔做的时阵，需要有较侪心力，但后壁都较有机会会使互遮真侪成本会使降低，包含咱的心力啦，包含真侪。咱的付出的物件拢会较减省一寡啦。我想未来应该是安尼，做专辑就是一个顺便互大家知影有一个词啦，我讲较趣味叫做“力不及费”。
离不开会，嘿，就是入不敷出。哦，做专辑对大部分人来讲，拢是利不及费，利就是利润嘛，所以你的利润无你付出的遐济的费是你费用啦，付出去的钱的意思。所以定定拢会有这个问题，嘛，袂使讲问题，就是目前台湾的现象是安尼，所以愿意做一条歌，愿意做一个专辑的人，其实是有一寡话想要讲的人。我定定安尼感觉，所以我伫听歌的时阵，时常会想要知影讲你想要讲啥。嘿，这是我家己的伫听歌的时阵的心境。大概真少单纯是用一个较娱乐的方法讲啊，歌趣味好耍，都结束。我较需要的是知影讲，我会去想讲这条歌伊想要讲什么款的议题，还是你想要表达是你家己的成长过程，或者是你想要观察社会什么议题，拢有可能。嘿，我讲这是真趣味的所在。好啦，咱今日时间可能嘛差不多啊吼，大家若介意听到友人伫节目内底，应该会感觉真欢喜。除此以外咧，未来吼，咱无法度讲啊伤清楚，但是未来有机会听到阿德甲友人有搁较济伫咧即个声音当中，甲大家陪伴吼，咱都大家都注心一下，所以你有机会注意到，我敢若有机会有搁较济所在共同会出现安尼。好啦，咱这集就要到这吼，毋知大家对这集有什么款的想法咧？这集你听到有介意，或者是有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还是 YouTube 留言互我。但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ox 嘛，会使留下我200分收放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 跟 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聊天，你会使看到我这节目内容的补充。那要互阮更较济这个支持咧，嘛欢迎你点下 Show Note， 也就是说明区的赞助寄付的连结，帮咱啊做阮的天边天将。那呢，咱今日就到这咯，拜拜，拜拜。我是你的莲花头，请你甲阮揽聊聊，寒天予你温暖，亲像棉花同款；热天予你清凉，予你痛甲爽的话，你 touch 我的身躯，我就想要把花舞脚手甲你洗甲芳芳啊，亲像爱情的雨啊，雨淡淡呛，爱你的心情嘛，亲像水枪，抓隔壁脚手甲你洗甲芳芳。亲像爱情的雨啊，雨淡淡呛，爱你的心情嘛，像是水枪。Baby， 可手甲你洗甲芳芳啊，亲像爱情的雨啊，雨淡淡呛，爱你的心也像像是水枪。特别感谢家父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阿莹、阿文、车拉黑车拉、伊文、瑞琪、张文珍、Arthur 阿川、Patrick 阿派、永川、阿里嘎瓦、尤里、麒麟鹿。无论是长期福金家父，也是经已通换新、加倍斗助阵、挂金甜妹妹的天兵天将听友，感谢有恁实际支持。互阮搁较有信心，伫这条路勇敢踏步。